哎呦，我发现我肩膀真的很宽呢，我感觉自己有肌肉了一样，怕不怕？哎，我发现老了，感觉自己都有腰间盘突出了，坐久了屁股都好痛啊！哎呀，再也恢复不了年轻那种翘翘的感觉了。发现啊，好多人刚认识我的时候都会说：“哎，你来广州几年了？你怎么还不会说粤语啊？”哎，我觉得真是的，广东人一定要会说粤语吗？老婆饼里面有老婆吗？兰州拉面里面有牛肉吗？哦，有一丁点，但是我一定会讲客家话。不过在广州待久了啊，说普通话说多了，有时候客家话都不太会说了啊。我试一下啊，我感觉还可以，我还是可以的。模仿那个啊，女朋友视觉给你们说几句，客家话啊。老公，还是谁是呢？你等下你要看样子我等你。听得懂是什么意思吗？要不要翻译一下给你们听一下？老公，我先去洗澡了，你也快一点哦，我等你。我们那边把洗澡就叫洗身，是不是很特别？再来一句哈，你在哪里敢打鸟啊？兄弟，你闹你哦！开始吧，问谁给？哼，这个听得懂吗？翻译一下啊。你再这样，我不理你了啊！真是十分讨人厌，你快去把碗给洗了。你们在家洗不洗碗？我感觉我蛮凶的啊，感觉男的一般都受不了我这种母老虎啊。我是真正的小小的小母老虎啊，还没有成大的啊。好水哦，我嬷嬷开着卡着。哦，不是，是婴儿囧那个。哎呦，我都太久没说这个了，好久没跟男的说过这个啊。我平时啊，应该说长这么大我都没跟男的说过这些啊。就是我要去睡觉了，嬷嬷就是睡觉的意思嘛，快点亲一下。囧啊的，是不是很搞笑？我觉得真的好搞笑。记住，北上广的富婆让你流泪，江浙沪的美女让你心碎，就我们广东的妹子让你流血又流泪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们广东妹子很贤惠的，一般啊，让你做我们广东人的女婿啊，挺幸福的啊，彩礼又不高，加油，打工人，争取娶到我们广东妹子哦。不过不能打我的主意啊，因为我比较难泡一点点。西瓜视频。